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叻媽，歡迎返嚟叻媽教室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傾下買新居屋之前，究竟業主要準備幾多錢先至夠？點樣安排自己嘅財政同資金流？大家都知道喺香港買樓唔係一件小事，特別係新居屋，首期、按揭、律師費、印花稅、收樓費用、裝修開支，每一項都係唔細嘅使錢位。如果大家事前冇計劃好，可能會出現手頭周轉唔到，或者臨時找唔到錢嘅情況。咁今日叻媽就同大家詳細拆解三大使錢階段，講解每一筆錢應該點安排，仲會有啲溫馨小貼士，幫大家減少壓力，順利完成買樓流程。如果大家想實時掌握居屋2025最新消息，快啲加入叻媽居屋2025群組啦！仲可以揾叻媽拎翻份懶人包，喺群入面我哋可以同其他街坊交流心得，分享申請經驗，第一時間收到叻媽嘅小貼士、策略提示同最新資訊。有任何疑問可以即時提問，叻媽會盡量回覆大家，掌握各種限額、申請隊伍及抽籤安排，幫大家提高中籤機會。快啲掃描右上角 QR Code 加入啦！首先，當然要講嘅係揀樓日嘅使錢，呢一日對業主嚟講好重要，因為呢個係確認自己買入單位嘅承諾日。當日大家要準備好訂金，支付俾房委會，通常係樓價嘅10%。如果係綠表申請者，就係5%。呢個金額係房委會每年度指定嘅金額，所以大家要留意通知書上面寫嘅金額同日期。好多街坊第一次揀樓會以為呢個金額好少，但其實都係幾萬甚至十幾萬港元，唔可以大意。支付方式方面，通常需要用銀行本票去繳交，而唔係用現金。銀行本票同支票唔同，必須喺指定銀行購買，銀行會喺業主嘅戶口扣款。大家要注意，本票嘅抬頭同簽名一定要寫啱，否則過數失敗會影響交易進度。叻媽建議大家提前幾日去銀行做好準備，檢查戶口資金是否足夠，測試簽名同扣款流程，確保當日可以順利交錢。再講少少小技巧，揀樓日唔單止係交訂金咁簡單，因為好多時候揀樓嘅流程都幾繁忙。如果係最後時段揀樓，可能會排長隊或者遇到臨時手續問題，咁就要預留多啲時間。建議大家預先計劃好時間，帶齊所有文件、身份證明、支票或本票，避免因為遲到或者資料不足而錯失揀樓機會。揀樓完成之後，就進入第二個使錢階段，正式買賣手續嘅使錢。呢一部分係涉及律師樓程序，包括律師費、各項雜費、印花稅、樓契登記費等等。單單係律師費都唔係小數目，可能幾千至幾萬港元不等，仲要視乎單位嘅大小、樓層同法律程序複雜程度。印花稅亦係必須繳交，根據單位價值同申請者身份，例如白表、綠表計算，不同情況金額唔同。此外，仲有其他雜費，例如文件傳送費、宣誓費、各項副本申請費等等。呢啲費用每個屋苑、每個單位嘅情況都唔一樣。所以叻媽建議大家喺做使錢前，先問清楚律師樓每一筆費用用途，建議將銀行戶口資金安排好，最好集中支票或本票專用戶口，避免同其他日常帳戶混亂，確保使錢過程順暢。而家我哋講到第三個使錢階段，收樓同後續費用嘅使錢。收樓當日，大家唔單止係攞鎖匙咁簡單，首先要支付管理費，包括物業管理費、兒童按金、公共設施使用費等等。其次，如果計劃即刻裝修，就要準備裝修押金或者預付款。裝修費用視乎單位大小同施工範圍，一般400幾平方尺嘅單位，簡單裝修可能20至30萬。如果想豪華少少或者添置更多設備，費用會更高，可能40萬以上。驗樓亦係呢個階段不可或缺嘅一環。驗樓費用視乎業主選擇嘅服務，一般市面收費1000至數千元不等。驗樓人員會檢查結構、防水、電器同喉管，確保單位冇隱藏問題。驗樓完成後，如果發現問題，需要即時同房委會或者裝修團隊溝通，避免後續影響使用。同時，收樓之後仲有水電、煤開戶、家私電器添置等等，呢啲都係額外開支，可能數千至數萬不等，視乎大家需求而定。叻媽提醒大家，計劃好每一筆使錢，最好寫低清單，按優先次序安排，咁先唔會臨時亂晒陣。總結嚟講，買新居屋嘅三大使錢階段，分別係揀樓日嘅訂金、律師樓買賣手續及印花稅、收樓同後續費用、管理費、驗樓、裝修、水電家私等。叻媽建議大家提前做好財政規劃，量力而行，
選擇適合自己嘅單位，控制每月供款，避免壓力過大。同時，大家可以加入我哋嘅居屋交流群，獲取更多資訊同貼士，隨時同我哋傾偈解答疑問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靚媽會繼續同大家帶來更多買樓同居屋資訊，幫助大家做好規劃，上車順利。記得訂閱、俾個 like 同埋分享俾身邊街坊朋友，希望幫到更多香港市民解決居住問題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